秦时月，我的好姐姐，今日我与太子哥哥成婚，可是专门来请你喝杯喜酒的。你如此对我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太子哥哥都说了，当初娶你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我才是他的心上人，真正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不可能，你说谎！锦华不可能这么对我。贱人，太子哥哥的名讳岂能由你大呼小叫？受死吧！姨妈，新婚之夜脏了你的手就不吉利了。殿下，救救我，害我们的孩子！哦，秦时月，你就带着我们的秘密进坟墓吧。不要为了这个无关紧要之人，耽误了我们的良宵。哈哈哈哈哈！叶锦华，我也偏真心对你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如果能够重回一世，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了？小姐昨日落水，已经昏迷1天1夜了。落水？难道我重生回到过去了？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姐姐，秦一清，当初我就是被你这出姐妹情深的戏码给骗了，只可惜这一次你的戏演不成了。我若是落水身亡，不是正合了妹妹的心意？姐姐胡说什么呢？知道姐姐爱美，想来病中气色不好，妹妹呀，给姐姐带来了上好的胭脂。哦，是吗？难得妹妹有心，既然这样，妹妹便帮我试一试。好痒！好痒啊！更衣。上天既然让我重生了一回，我便为自己还有我那可怜的孩子讨回公道。娘，就是秦时月这个贱人害女儿花了脸，你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。月儿，快过来给你妹妹赔个不是。如此目无尊长，我便替你爹爹好好管教管教。娘，区区一个侍妾，敢在我长房嫡长女面前耀武扬威，沈姨娘，怕不是忘了谁才是秦府的主人？小姐，太子爷上门提亲了。叶锦华，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！月儿来了，快来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女秦时月见过太子殿下。月儿可是未来的太子妃，不必多礼。这一世，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多谢太子殿下抬爱，但臣女不嫁。这混账！哎，月儿可知，拒绝了本太子的求亲，普天之下便再也没有男人愿意娶你。太子此言差矣。九王爷，九王爷业绩，本王求娶国公府嫡女秦时月为妃。九皇叔，你这是过来抢人的吗？月儿并未答应你的求亲，何来抢字一说？我这……
臣女仰慕九王爷许久，愿意接受求亲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！哎呀，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等一下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！怎么了，晴儿妹妹？太子哥哥，秦时月根本配不上你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，晴儿，你的脸……太子哥哥，都是秦时月用毒胭脂弄花了我的脸，才会变成这副模样。月儿心地善良，怎可能做如此事情？那他都是骗你的，他心肠歹毒，装模作样许久，就是为了骗取你的宠爱。你千万不能信他，更不能娶她。罢了，你先休息，我还有事。太子哥哥，蠢货，还真以为叶锦华会喜欢你啊？不过是把你当做棋子罢了。不知何事竟能博得玉儿一笑。这九王爷怎么阴魂不散呢？玉儿难道不想和本王独处？九王爷，你我虽已定下婚约，可毕竟大礼未成，还是避嫌为好。玉儿这是在暗示本王提早定下婚约吗？不是都说九王爷不近女色吗？难道传言有误？是本王唐突了，只是刚才听某人说仰慕本王许久，心中实在欢喜。多谢九王爷抬爱，那个，臣女还有事，先行告退了。玉儿，这一世我定会护你周全。王爷，秦姑娘说马车已经备好了。看来她是要赶我走啊！再不改口，回去领罚啊！王爷，属下愚钝。叫王妃。老爷，你可一定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妾身为国公府任劳任怨一辈子，如今不知道是哪里做的不好，惹恼了玉儿，妾身实在是委屈啊！爹爹，跪下！为何要跪啊？你沈姨娘脸上的伤是不是你干的？爹爹，女儿落水之后一直神志不清，家人看见沈姨娘对我张牙舞爪，我还以为是水鬼要杀我呢。你说谎！老爷不是这样的。姨娘，是玉儿不对，玉儿一时糊涂，还请姨娘原谅玉儿这一次。玉儿和九王爷已经定下婚约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。秦时月，够了，玉儿，你身体还没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沈姨娘，上辈子你装柔弱骗了整个秦府，现在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也尝尝这吃瘪的滋味。我要杀了他！青儿，切莫意气用事，若要秦时月死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娘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秦时月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你装睡。漫漫长夜，假寐罢了。如果不是如此，又怎么会看见妹妹深夜造访呢？我就是路过，随便看看。路过带刀骗小孩呢你？求求你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就只是什么？只是想弄坏你的脸，我不想叶锦华才喜欢你。是这样吗？在脸上画出一道又一道的疤，让叶锦华看到你这样的脸只会想吐。求求你了，不要刮伤我的脸，求求你，我错了。秦逸谦啊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蠢？即便我容颜尽毁又如何？
惹了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秦逸清，叶锦华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这么便宜的。青儿，我需你助一臂之力，将此药为秦时月服下。秦逸清，你又想做什么？妹妹这次是专门来向姐姐道歉的。姐姐，青儿真的知道错了，之前都是青儿一时糊涂，才让姐姐误会了。现在青儿想明白了，姐姐贵为国公府嫡长女，金枝玉叶，青儿怎敢与姐姐相提并论？恳求姐姐大人有大量，就饶恕青儿吧。哼，好一个误会一场。秦逸清，你不要以为你这点小伎俩就能把我收买了。姐姐，你要怎样才能原谅青儿？一切都是为了太子哥哥的大业着想，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姐姐，都是我错了，才惹到姐姐，都是我活该。秦逸清，你对自己可真够狠的。那姐姐，现在可以原谅我了。秦逸清啊，秦逸清，你这点小伎俩用错地方了。好热。月儿，你可别怪我用这种方法得到你。太子哥哥，帮帮我！怎么是你？太子哥哥，帮帮我！怎么是你？太子哥哥，帮帮我！不好，屋内竟燃了合欢香。九王爷，可否愿意陪月儿看一场好戏？月儿相邀，却之不恭。太子真是好兴致啊！月儿，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。臣女不知，原来太子早已和妹妹情投意合啦。秦逸清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是他设计我。月儿，千万不要误会。太子哥哥，你怎能这样对我？混账毒士，不知廉耻啊！秦公公，你真是培养了个好女儿。哼，太子我。秦国公啊，庶女胆敢勾引太子，该当何罪啊？来人，带走！不要！爹！不要！爹，救我！秦时
时月你好多，我诅咒你！亲一亲，很疼吧？若非你一而再再而三想要害我，又何至于此？怪只怪你自作自受。太子哥哥，救救我！娘，救救我！老爷不要啊！青儿有错，妾身领回去好生管教便是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是要了他的命啊！她是我怀胎10月才生下的女儿啊，您的亲生骨肉啊！只是不要啊！娘，救救我！我想死！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！哎，青儿，行了，快停下，快去叫大夫！月儿，你为何走这么快？月儿，怎么，这才利用完我，就甩手走人，连一丝甜头都不给？这世间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九王爷不也是刚看了一出好戏吗？满朝文武皆知晓，九王爷与太子的关系向来不和，如今太子已有把柄在九王爷手中，此举不是一箭双雕吗？虽说此事本王心甘情愿，可是月儿，你可欠本王一个人情啊！要杀谁？国公府嫡长女秦时月。就这么点钱，还不够我喝酒的呢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多带几个人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要让她被千刀万剐，后悔来这世间走一走。你放心，我们出手必死无疑。我可怜的青儿，你身上受个没道伤，娘一定替你在秦时月身上全部讨要回来。大小姐，这一次我们去祈福进香，你想好要许什么愿望了吗？你猜猜，我猜是不是和九王爷有关？胡说八道！好你个小丫头，居然敢拿我打趣！奴婢祝小姐和王爷白头到老，琴瑟和鸣。秦时月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拿住了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林一，慢着！我可以花双倍价钱，只要你们保我不死。人是花钱要你的命，我们收钱办事，可不能画着规矩。兄弟们，有胜！看来这一世也逃不过命运捉弄了。月儿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月姬。叶姬，找死！叶姬，你醒醒，叶姬！月儿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叶姬，叶姬，叶姬，你醒醒啊，叶姬！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月儿，你说我们孤男寡女在这荒郊野岭上，我又身负重伤，你要是对我图谋不轨，我该如何忍冤呢？受伤了还堵不住你的嘴吗？
月儿，你可是在担心我？你是傻子吗？受伤了还笑得这么开心？受伤了，能换来月儿的贴心照顾，非常值得。秦时月，你忍住，千万别多想。重活一世，切不可再因为感情而冲昏头脑。月儿，你可知是何人出手？想我死的人，无非就是国公府那几位。可需要我出手？他们欠我的，我想自己亲手讨回来。弄疼你了？堂堂九王爷也装模作样骗人的吗？难得月儿像这样心疼本王，本王情难自已。老爷，我们四处寻找过了，还是没有找到大小姐啊！废物，找个人都找不到，再去找，找不到就不要回来了。是老爷，您消消气，说不定呢是这月儿不想嫁给九王爷，这才逃婚离家出走去了呢。谁说我逃婚了？啊！微臣参见九王爷。哎，秦国公，月儿昨日外出遇险，你可知晓？这微臣不知啊，何人会对月儿下手啊？好在本王及时赶到，这才化险为夷。秦公卿，你记住，这月儿是本王未过门的妻子，若是她有一丝一毫的危险，本王要整个国公府陪葬。是，微臣领命，一定护月儿周全。我没死，你是不是很意外啊，姨娘？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秦哥，你已经死了，死在了我的面前。跟了我这样的主子，真是连累你们了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小姐，小姐，九王爷送礼物来了。小姐，九王爷送的是什么礼物呀？好东西。清河，吩咐下去，明天派人把这个送到沈姨娘那儿去。夫人，大小姐派人送过来的东西，说是给你的贺礼。贺礼？这是那杀手的人头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娘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？听丫鬟说，昨日娘收了秦时月送来的贺礼，就变成这副模样。弟弟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一定要为我和娘撑腰啊！秦时月，秦时月，秦时月，你这个妖女，快说，究竟对我娘做了什么？张口妖女，闭口妖女。秦英，
你莫不是忘了，我可是国公府嫡女，你的长姐。我青樱没有你这个长姐，快说，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。怕不是沈姨娘什么亏心事做多了，如今才会一病不起吧？你，秦英，你大可杀了我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我可是九王爷的未婚妻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娘秦逸卿只会给我陪葬。妖女！秦英，住手！本太子命令你放下刀剑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大胆秦英，你不过一个区区庶子，怎敢如此大胆妄为？竟敢剑指秦国府嫡女！给我跪下！本太子命你立刻返回军营，领罚100军棍。秦时月，你给我等着！玉儿，你没事吧？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日我与秦逸卿，此事并非我意，是那屋内燃了合欢香，我也是被人陷害的。是吗？那秦逸卿身上的春药怎么解释啊？我怎么不相信秦逸卿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勾引太子？叶锦华，若非我重生知晓真正的你是多么卑鄙无耻，今日之事就只会原原本本的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好恨前世被朱由蒙了心，竟着了你的道。玉儿，从始至终，我喜欢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其他女子在我眼中就如同蝼蚁一般，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你才配得上太子妃的称号。等我以后登基了，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。可惜啊，我秦时月不想要。哎，玉儿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发誓。太子如此纠缠本王王妃，意欲何为啊？九皇叔，你有些人有些事，不属于你的，就想都不要想。叶季，你快松手！玉儿，对不起，只怪我太高兴。你看，这一切可还满意？这是……这里只是一部分。盛世红妆，今日下品，只求你秦时月嫁与我叶季为妻。九王爷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应该不难猜到，那日只要我不许给太子，其他任何人来求亲，我都会答应。我知道，但我心甘情愿，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只要你愿意答应嫁与我为妻，哪怕你我之间只是一场交易，无碍。叶季，为什么不是上辈子遇到你，如今我带着遍体鳞伤，一心只想报仇雪恨，却偏偏遇见了你。时月多谢九王爷厚待，你我既有婚约，我必不食言。不过九王爷还想要其他的什么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秦时月，凭什么你能够拥有这一切？没了太子哥哥，你就勾引了权势滔天的九王爷当你的裙下之臣。哼，咱们走着瞧吧，
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失去这一切。奴婢打探到二小姐房里的人说，她的小日子有段时间没来了。看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难道是？一试便知。若是真的，是时候再给这把火添添柴了。哟，妹妹这是怎么了？身子这么虚，要不要姐姐给你请个大夫瞧一瞧？秦时月，你可没这么好心。也是。那我就不啰嗦了，秦哥。哎呀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，二小姐晕倒了。这怎么会？大夫，我女儿到底怎么了？二小姐她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呀！哎呀，说呀，吞吞吐吐的。二小姐她一怀有身孕1个月了啊！果然，青儿，这是怀上了太子的孩子。娘，我女儿啊，你怀上了太子的孩子，真的吗？不行不行，这孩子不能留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这二小姐怀上太子爷的种了。别说了，走。娘，我要留下这个孩子，太子哥哥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呀？先不说他太子是什么人，前几天你们俩苟合之时，我好不容易压下来，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糗事。先不说他太子要不要这个孩子，整个国公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让为父还怎么混进朝堂啊？爹，这个是太子哥哥的孩子，未来的皇子啊！我孩子，他要是登基了，你可就是国丈啊！哎，青儿说的有道理啊，老爷您想想，太子如今膝下无子，只要青儿能够生下一儿半女，这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后宫宠妃啊！所以说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你知道什么是朝堂吗？老爷，那你这是要了我和青儿的命！我一心一意为了老爷，老爷你就不能为我和青儿多着想吗？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老爷若是不给青儿争个名分，我今日便死在这里。你，爹，哎呀！太子殿下，请你拿青儿入府，从今以后，微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秦大人，我要的可是秦国府的嫡女，而不是一个贱妾生的庶女。啊，可是九王爷他已经，微臣向您保证，国公府上下定会鼎力相助太子殿下，竭尽全力。这笔交易我可以答应。秦大人别忘了，你我才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至于九王爷，我也一定会除之而后快。哎，这侧妃娘娘好歹也是国公府的二小姐，怎么连像样子的仪式都没有？据说是上赶着要入府的，根本不受太子爷待见。太子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谁啊？太子哥哥，我是青儿啊。青儿。贱人，要不是你，秦时月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太子哥哥，你一定是喝醉了吧？我是青儿啊，我还怀了你的孩子。青儿，来，青儿，来喝酒，喝个痛快。扫兴，
都给本太子滚开！太子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你怎么来了？月儿的计划成功了一半，特意为你来庆祝。来，月儿，九王爷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哦，是什么？这朝堂风云诡谲，你想要的不就是那个位置吗？而我想要的，只是让仇人付出代价。我秦时月愿付出一切与您合作。原来如此，为了你复仇成功，本王先干为敬。月儿好酒了呀，本王不胜酒力啊。可恶，竟然借酒行凶！你算了，还是将人把他送回去吧。这一世，本王想要的，为你而已。秦时月啊，秦时月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是本太子的囊中之物。太子殿下，妾身为你做了糕点，你尝尝。放着吧。这可是人家一大早起来亲自为你做的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太子殿下，要不现在尝尝吧？你果然还在想这个贱人！你娶的人是我，是我！我一心一意对你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么念念不忘？哼！谁让你动本太子的东西了？秦香，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得到秦时月了，还用得着天天看着你这个贱妇？他已经是业绩的了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得不到他。太子殿下，我腹中还有你的孩子。若再有下次，你腹中的胎儿也护不住。秦时月，秦时月，我一定要让你过得比我惨千倍万倍。哟，这不是我那没人要的姐姐吗？哼，姐姐胆儿可真大，见到太子妃都敢不行礼了。太子妃是谁？在哪儿呢？是我，一个侧妃罢了。你别不识好歹。论身份，我是九王府主妃，你不过太子侧妃。论血缘，长姐为大，你娘还要敬我3分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九王爷到。月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
死！我可是太子妃，说话注意点。别说一个小小的太子妃，就算是太子伤害了月儿，我也一样不会放过。来人，把这个太子妃给我扔出去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月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上药。多谢九王爷。他对旁人冷酷无情，却唯独对我百般温柔。可这究竟是为何呢？月儿，月儿，我好想你啊！太子殿下，请您自重。这里是九王爷府，而我是要成为九王妃的。月儿，要不是父皇在九皇叔这里设宴，怕我也是见不到你。你为何要躲我？可怪我是娶了新的女人。自作多情，真叫人恶心。太子殿下，你想是误会了，你娶谁与我无关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再纠缠。玉儿，你要是愿意，本太子立刻向父王求情，让父王下旨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哈哈哈哈！秦时月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勾引太子哥哥！狗咬人一口，你不去怪狗，反倒来怪人。太子殿下，救救我跟孩子吧！青青，你给我安分守己的乖乖待着。玉儿，你放心，回去之后我定当好好管教他，绝不会让你生气了。太子，该改口叫九皇婶了。我与月儿的婚礼不久便会举行，届时希望太子不要叫错了。九皇婶，月儿，你脚上未愈，好生坐着，我为你上药。九皇叔，我若登上皇位，必定用你的鲜血祭奠大礼。哇，太子殿下好厉害啊！你玩的如何？月儿若是感兴趣，我教你如何。来，像这样，稳稳拿住它。来，瞄准目标，眼睛盯住它。皇上驾到！免礼，朕这次没有来迟吧？来，坐。老九啊，这到了你的府上，也不给朕介绍介绍。皇上，这是臣弟魏国门的妻子，秦时月。这是臣弟魏国门的妻子，秦时月。过来，让朕瞧瞧。国公府嫡女秦时月见过皇上。好，平身吧。老九啊，眼光不错，这个九王妃的位置非你莫属啊！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来人呐，赐茶。刺客，有人要杀皇上！皇上小心！来人，护驾！传太医。伤你的人，
定将他们挫骨扬灰。玉儿，会有点疼，你忍耐一下。九王爷经常受伤吗？我这习武之人，受伤乃是家常便饭。外面风大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九王爷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就来。玉儿，这副袖剑，上次在山谷的时候，我就想拿来送你。以后你就将它藏于袖中，拿来防身。太子殿下切莫动怒，皇上遇刺一事，并非殿下的过错。关你何事？太子殿下去哪儿？本太子的行程需要向你汇报吗？臣妾不敢。退下。殿下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殿下恕罪，是微臣失职。今夜之事，父皇定会派人调查。倘若暴露了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。请太子殿下息怒，微臣实在是低估了叶姬的实力啊！秦大人，刺杀皇帝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我身为东宫太子，可什么都不知情，您好自为之。太子殿下，不要嘛！你这淘气的客人，让本太子好好理性你。你这该死的贱婢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勾引太子哥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放肆！你个贱人，真把自己当太子妃了？殿下，你……别以为你大着肚子就能要挟本太子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谁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哪个野男人的种？殿下，是你的孩子。本太子不缺你一个女人。救我！快来人呐！侧妃娘惹小产了！我可怜的青儿啊，为娘来看你了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，好狠的心呢！娘，当心，隔墙有耳。自己的孩子被伤成这样，还不让人说了？好了，不能怪太子殿下，都是我没有心胸，才遭此难。还有那个秦时月，要不是他，你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秦时月，青儿，你宽心休养，这回
娘一定替你做主。小姐，九王爷吩咐的补药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好，拿过来吧。秦时月，你就等着长传杜烂吧。青哥，月儿这是怎么了？小姐素来身体健康，不知怎的，喝了半月的补药，竟并发了病症。秦时月啊，秦时月，你一向小心谨慎，这回我让你活不过清明。小姐，现在没人，你就别装了。我这病装的可真累。九王爷，月儿，你哪里不舒服？你看我活蹦乱跳的，像生病的样子吗？月儿，还好你没事，否则我……九王爷，咱们这样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这天下皆知，你是我的未婚妻。本王巴不得早日娶你过门，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任何人都不能伤你分毫。谢谢你，叶琪。不好了，小姐吐血了。秦时月，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姨娘，难道是你在我的药里？没错，是我下的毒。那又如何？我巴不得你早点死。你这毒妇，你竟然真的在毒害月儿！怎么，姨娘，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吗？秦时月，你给我下套！够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毒妇竟还在狡辩呢？秦大人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我本不该管。但这毒妇害的是本王的未婚妻，本王绝不能忍。是，此事定会给九王爷一个交代。来人，把这毒妇抓起来，送去尼姑庵，给九王爷允许，永世不得回府。不要啊，老爷！不要啊，老爷！妾身知错了，老爷！老爷！该死的贱民，简直胆大包天！本太子的女人也敢偷！哼！一个贱人，竟敢给本太子戴绿帽！那也是你逼的，叶锦华，满心欢喜嫁给你，你却如此待我，就连我们的孩子都是你亲手杀死的。你不爱我，那就别怪别的男人爱我。贱人，我不会让你死这么容易的。别以为就这么结束了，哼！来人，在。好生伺候着。遵命。
滚出来受死！秦时月，是你害死我姐！是太子杀的他，与我何干？你这个妖女毒妇！青儿，夫人，你怎么长胡子了？啊？是我。不对，你是婴儿。娘亲，孩儿在这儿。你是坏人！娘亲，你这个坏人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娘亲，贱人之女！贱人之女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不要激动。你为何要护着她？大房贱人的女儿，跟你有什么瓜葛？我带你回房休息。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的亲儿被她害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野种，老爷，你为何要认这种野种为女？疯了，疯了！你们全疯了！我的亲儿，娘来陪你了。娘亲，蓉儿，娘亲，娘亲。爹，这一切都是秦时月那个女人害的，你可一定要为娘报仇啊！那是自然，秦时月像极了他爹，处处与我作对。不过，我既然能杀了他爹，自然也能解决了他。当年我跟他爹同龄，我什么事都非常努力，但一直不受重视，就因为我是个庶子。他爹仗着是国公府世子，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国公府的世子，才有了现在的一切啊！原来如此，爹，你的手段真是太高明了。可惜我生了你们这两个废物，你们但凡有我半点脑子，也不至于被秦时月害得家破人亡。谁？老爷，太子急事，让您到府上一叙，有要事相商。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小姐，您别太伤心了，要注意身体啊。我没事，只是当这些年眼瞎了，每日认贼作父，还口口声声称仇人为父亲。月儿何必自我苛责？对不起，月儿，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我却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九王爷无需自责，我又不是什么娇气之人。月儿，我倒希望你是个娇气之人。像你现在这样，将所有的苦事都埋在心中，让我好生心疼。月儿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只要你想做的，我都支持你。我要杀了他。好，不过一刀了结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这些天我未能陪在你身边，其实是在调查宫中行刺之事。有什么发现吗？
秦公卿联合太子，意图谋反。小姐，老爷派人喊你回府。我的好女儿啊，为父养了你16年，你为何不能安分守己呢？秦公卿，你杀害我父亲，如今还在这装什么好人？哼哼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便留你不得。来人！你这只老狐狸，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本来在这国公府，我可以保你锦衣玉食，你却几次三番挑战我的耐心。秦时月啊，你像你那该死的爹一样，都要成为我的刀下亡魂。住手！跑！追！快跑！前面就到九王爷府了。乖女儿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姐，快走！你以为你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陈哥！小姐，快跑！小姐，快跑！我就知道，九王爷重情重义，是一定会来救你的。秦国公，你与本王的恩怨和玉儿无关。既然诱本王前来，肯定有你的条件，本王洗耳恭听。哼，我的条件很简单，留下你的人头，交上你的兵符。若是本王不答应，那就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死在你面前吧。一个兵符而已，哪有玉儿重要？好，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老夫也信守承诺，待会给你留个全尸。秦国公，你可想好了？我的诡计可不好指挥。拿来。把业绩给我拿下！把业绩给我拿下！动手！你真以为本王的鬼军跟你养的这群废物一样吗？他们只认我。业绩。你是谁？太子殿下，托我向国公大人问好。叶姬，他死了，为何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？玉儿，我明白你心中矛盾。这16年，我始终被当成棋子，但这16年，又是他将我养大。我喊了他整整16年的父亲，可转眼间，他却成了我的杀父仇人。玉儿，以后我会陪在你的身边。
生生世世护你周全。登徒子，这登徒子亲自做的桂花羹，要尝尝吗？怎么样，甜吗？你自己尝尝。怎么？如何？这怎么够呢？秦时月见过皇上。时月啊，你可知身犯何罪啊？敢问皇上，时月所犯何罪？秦公卿拥兵自重，行刺谋反，罪当株连9族。秦公卿并非我生父，所以此事便与我无关。好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！聪慧机敏，不卑不亢，不愧是9弟所青睐之人呐。皇上过誉，皇上此次御驾亲临，不会就是为了调侃月儿而来吧？哎，朕此次前来，就是想亲眼看看，能让9弟交出鬼兵权的人，究竟是何方神圣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，讨价还价？皇兄不是想要鬼君吗？你真的愿意交出鬼君？皇兄，请答应臣弟一个条件。很好，看来你是诚心来跟我做交易的。陛下，九王爷说了什么？我愿舍弃权倾天下，换他好好活着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叶姬，你这个傻子！月儿，过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近日闲来无事，看府里还有多余的面料，就想着要不要给你做一件新衣裳。你亲自为我做？嗯。好，要我如何配合？你先站起来。我还没量完呢。先让我抱一会儿。叶姬。从我们认识以来，便一直都是你在付出，我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，你可会怨我？傻瓜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，我只需要你好好的待在我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吃吗？又酸又甜，你也来一颗。好。好啊你，竟敢戏谑本王！别闹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你是本王的未婚妻，管他人何事？要是被那些老古板们瞧见了，又该说九王爷不成体统了。
玉儿，只要你开心，我大可挖掉他们的眼珠，让他们瞧也瞧不见，也省心。叶季，我帮你拿一些吧。别动，别动！我又不是什么娇惯之女。别动，别动！我来！别动！玉儿，只要你想要，就算是整座城池，本王也给你搬回去。叶季，你站好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跪下。父皇息怒。你与秦公卿那点肮脏的勾当，你当真以为朕不知道吗？你就这么着急杀了朕，好登上皇位吗？父皇，儿臣没有这个意思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求父皇饶命，求父皇饶命。你要不是朕的儿子，我早就将你千刀万剐了。来人，属下在。奉朕旨意，将太子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入京。是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。拉走。父皇，再给儿臣一次机会，父皇。皇上，父皇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我父子二人这么快又见面了。逆子！哎，儿臣怎么能是逆子呢？儿臣这不回来给您送终了吗？报！不好，殿下，九王爷带兵杀过来了。什么？你的贵军兵符不是已经交给父皇了吗？你这孩子还是太天真了。你真以为鬼军只认兵符吗？原来九王树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为了等我把父皇杀了，然后再高举讨伐之旗。孺子可教。你这谋逆犯上、杀君弑父的不孝子孙！这一边，我罚你杀妻裸子，残暴无度。杀君弑父，我认。可哪来的杀妻裸？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。我重生之子，两世为人，而这一世，你休想再伤害我心爱的女人。摄政王大人，你现在所谓君临天下，真的不想登上皇位吗？坐镇江山太累，哪有和玉儿一起看月亮来得逍遥快活？当真？日与天地为鉴，待新皇再长大些，我们就去闯荡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把我解开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。叶锦华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怎么还如此天真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一切
都是我在引你入罪。如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让你知晓一切。我与太子哥哥成婚，可是专门来请你喝杯喜酒的。你就带着我们的秘密进坟墓吧，不要为了这个无关紧要之人，耽误了我们的良宵。前世，你指使秦逸卿给我下药，使我只能委屈于你。没想到你这残暴之徒，竟然对身怀数月的我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狠下毒手。是你联合秦公卿，把我当做你们交易的筹码。是你杀死了齐贵妃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名义上是为你生母报仇，但我知道，你不过是贪恋齐贵妃的美色罢了。叶锦华，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。你不是，不，你跟叶季，你们都不是。叶季，还想挑拨离间？秦时月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是个人渣！属下恭送王妃。秦时月，你别走，我就该把你千刀万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报，启禀王爷，云河水灾有惊无险。云河宫事不可懈怠，下月会有更大汛期。是。叶季，你怎么会知道下月云河会有更大的汛期？我，只是猜测，小心为上。4月初6，云河决堤；5月12，南地冰雹，数十人亡。这为何和前世灾情一模一样？叶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我？月何出此言？今日才3月初6，为何你那本灾情札记上记录的全是未曾发生的事？你也是重生之人？王爷不好了，王妃离家出走了。千算万算，却还是中计了。想我堂堂鬼王，终究也难逃一死。公子，醒醒啊，公子！滚！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得罪了啊！他究竟是何身份？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？前世若是我早一步找你，也不会令你绝望惨死。月儿，这一世，我一定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小二，来壶茶。好嘞。哎，要我说呀，还是这九王爷颇有心计。你看这兜兜转转，还不是他拿到了摄政大权，成了这天下的主人？可不是嘛，九王爷业绩素来手段狠辣，真不知道以后这江山交到他手里会成了什么样子。不过大权在握又如何呀？听说啊，这九王爷不近女色，怕是个不能人道的主。日后要是断子绝孙，这江山又不知道会落在何人手里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九王爷？哪来的小丫头片子？关你屁事！
说业绩就是不行。他骁勇无敌，比你们这群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强多了。你找死！怎么想打架？赢了我一个弱女子，你们也是胜之不武。滚！跟我走。我不回。不回也得回。夫人，夫人，你等等我。玉儿，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可是你也是重生而来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每天看我费尽心思复仇，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玉儿，此事我确实不该瞒你。我虽有前世的记忆，但我已不是从前的业绩了。你也不是从前的秦时月。玉儿，我不想再把你拖入过去痛苦的漩涡中。我们重新在一起，坦荡的在一起。你想要复仇，想要做什么我都陪着你。而我想要的，今生今世，只有你而已。反正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别以为你这样做，我就会原谅你了。玉儿，我们已经错过了前世，就不要错过今生了。我业绩对天发誓，永生永世，永远不会背叛秦时月。若是背叛了他，就死于他手，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呸呸呸！我要你好好活着。夫人，你原谅我了。勉强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如今我们父母都已不在，这场婚事竟没有亲人见证。那样的亲人不要也罢，无论今生还是来世，我都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。我们只拜自己。好，我们只拜彼此。夫人，喝了这杯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那你也要想好了，买定离手，不退不换。你这样的宝贝，我可舍不得换。其实这一次重生，我以为我不会再相信，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感情了。这个世界亏欠你的，我通通给你补回来。那你会纳妾吗？当然不会。我答应你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好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刚刚忘了问，以后府里的财政大权谁做主？大事小事听谁的？这还用说，当然是听夫人你的了。不过现在你要听我的。叶姬，你放我下来。